另外，去年因为牵涉性骚扰去互咱厝边协会和冰球协会停权的一个教练，即马互高雄市议员亚讲，即个教练是用挂名照牌方式，佮介入今年的世运会的国家队的选拔。即马连防指控的协会是表示讲，因会进行内部的调查。对去年10月到今年3月，伫球场边都会当看到这个教练，但是民代表讲，早就伫去年因为涉嫌性骚扰，这个教练已经互车力储兵协会和冰球协会停权，所以是以其他教练挂名照牌的方式，暗中介入今年度世运会车力储兵曲棍球国家队的选拔。借别人的名字去挂牌哈，然后持续带队去做选拔赛，其实这都是违法的哈。投诉人指控讲，今年3月，车力曲棍球国手代表队选去参加成都世运赛的选手，除了挂名照牌嘛，发现讲今年选拔赛有选手的名单晚公布，结果国手的成绩不是上优秀的，这个问题。资讯给某一位教练说，这个名单就是这个样子，请你不要外流，或者是我们有侧面从球员或者是教练的对话里面知道说，其实所有最后的决选名单都还是要经过教练的同意。教练回应讲，涉及性平事件了后，已经1年无教学生啊。这摆参赛团队的指导教练是较早的学生，嘛有教练的资格。另外一个有 A 级资格的教练嘛，不是干那挂名。我来，你帮我督战一下，你帮我挂名处理一下，因为现在我没有牌，那其他都是 B 级。但是所有的组成的过程之中，都知道他也参加了选训会议，他也参加了领队会议，他也有来看。针对民代的质疑，中华民国车力储兵协会回应讲，会严正看待，目前收到资料，看不出有挂名也是内定的状况，会定检视而且调查。若真正有违规的事项，会定召开选训委员会记者综合报道。